國際權威科研確立頭皮抗衰重要性，面部年輕化關鍵喺頭皮健康。日本厚生勞動省美容醫學研究中心2024年發布嘅頭皮面部皮膚關聯性白皮書指出，頭皮作為人體最薄、平均厚度0.5毫米、及毛囊密度最高嘅皮膚區域，其老化過程會通過 SMAS 筋膜層與面部肌膚產生衰老聯動效應。研究顯示，頭皮鬆弛2.5厘米可導致面部蘋果肌下垂，法令紋深度增加40%，視覺年齡增加5至7歲，且頭皮老化速度較面部快5至6倍，代謝週期僅14至21日，面部為28日。頭皮衰老同時會影響頭髮健康，包括毛囊萎縮、頭髮脆弱易斷及脫髮問題加劇。報告強調，頭皮屏障功能異常係導致頭皮同面部肌膚同步衰老嘅關鍵機制。臨床實驗證實，使用含神經酰胺、藍睡蓮、透明質酸等成分嘅護理產品，可提升頭皮屏障功能，改善面部輪廓緊緻度。中醫有頭皮一根罩，臉上6條紋嘅講法。頭皮抗衰唔單止關乎頭髮濃密，更係面部年輕化嘅基礎。結合日常護理、專業療程同埋健康習慣，可從根源延緩衰老，實現頭皮同面部肌膚嘅整體年輕化。最後提醒一下，頭皮護理結合面部美容，抗衰效果更加理想。